有香港人認為莫雷拉喺拉丁美洲大賽裏邊攞到嘅獎金呢，實在太少啦，唔喊先至奇。所以呢，就認為莫雷拉贏咗之後喊呢，唔係因為開心喎。點解佢哋覺得莫雷拉攞到嘅錢會少呢？因為呢，嗰個大賽嘅獎金頭馬係唔足100萬港紙嘅，所以佢哋就覺得少啦。但係咁樣講嘅人裏邊，有幾多可以輕輕鬆鬆、面不改容咁攞得出100萬港紙呢？如果唔得嘅，又咁講，好似有啲莫名其妙喎。另外原來莫雷拉同嗰匹馬莫匹迪之間呢係有古仔嘅。當嗰隻馬剛滿周歲要拍賣嘅時候，莫雷拉就已經喺拍賣會度睇中佢啦，提議佢大哥買咗佢。後嚟呢隻馬輾轉落咗喺大馬主嘅馬房受訓，再同莫雷拉一齊拍檔奪冠，所以莫雷拉特別開心㗎。佢仲講笑咁話個過程直頭可以拍電影喎。唔知隻馬喺拍賣會度有乜嘢表現吸引咗莫雷拉呢？佢話呢隻莫匹迪呢係佢騎師生涯裏邊重要嘅馬匹之一。點解會重要呢？因為好少馬係佢由細睇到大㗎。日本嗰邊嘅製作人呢話揾佢客串電視劇，如果佢係應承嘅話呢，或者應該佢喺日本客串嗰陣就已經完成拍攝㗎啦。大家即管睇下大結嗰陣見唔見佢啦嚇。佢話佢同隻莫匹迪嘅古仔可以拍電影喎。如果真係有老闆肯抌錢出嚟將莫雷拉嘅奮鬥史拍做電影或者電視劇，要佢自己做返，佢又制唔制呢？不過如果係咁嘅話呢，要揾人做佢嘅少年時代至得咯。至於有香港人話佢贏到拉丁美洲大賽係因為佢冇得嚟香港客串做方家柏嘅主帥，化悲憤為力量喎，冇咁嚴重啩？莫雷拉呢，11月1號就會喺澳洲騎日本馬，星期2佢就會上飛機飛去澳洲㗎啦。暫時佢嘅消息係咁多，再有新料呢，我再同大家講啦。多謝捧場。